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早起天气稳定，不过下暗就开始要变天，因为这方面甲强烈大陆冷气团小连续影响台湾，天气变化真大，温度快速下降。按算到礼拜，阁要开始透南风，天气阁开始转烧热，若是到后礼拜二，甚至会爬到30度。台北市拜四中昼天气稳定，但是气象署表示，暗头开始就方面会通过台湾开始变天。拜五、拜六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全台就会变成各湿各淡凉冷的天气形态。气象署提醒，拜四下暗全台温度拢会快速下降，较暗转厝的民众爱穿好少。在中国华南这一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云系在发展，预计到了下半天，这些云系就会逐渐的接近台湾，因此预期在今天下半天天气就会开始变化。明天、后天2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气温跟今天相比，整体都会相差非常多。在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候，中部以北低温可能只有到10到12度。这几天天气变化是真大，中央气象署表示，礼拜一了后会开始透南风，天气渐渐回温。后礼拜二会是上温暖的时阵。高温通伫30度左右，南部甚至伫30度以上。不过气象署提醒，较高的衫裤要唔通收，因为3月初6后礼拜3阁有冷空气。到了礼拜2，整个各地的高温几乎都有机会回到接近30度，甚至30度以上。因此在这段期间，温度的变化真的相当的大哦，等于是在短短几天内会历经了几乎是春夏秋冬的感觉。气象署提醒，这几天天气变化大，民众要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资料，随时调整清查。另外，拜五、拜六受华南分河区影响，全台拢有可能落雨，加上低温，这2天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，车路也有可能结冻。为想要去山顶等雪的民众就要注意。记者郭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